上高早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哇，天气真冷，总是咱有基督的疼，伫咱的内面，咱就有火热。阿门。你甲边的人，你甲伊讲，你的心真热情。阿门。当咱安尼宣告的时，咱就知上帝伊的疼，伊的热情伫咱的内面。今仔日是大港节第几主日？第三主日咯。咱今仔日感谢主，互咱会当伫每一年伫圣诞节之前，咱拢会当参与伫这个大港节。特别伫咱的教会大港节一个开始的时阵，咱拢会点什么花？点蜡条。咱伫看点蜡条的时阵，敢会记得伊的意思？咱即马要来点蜡烛，互咱的即个透过点蜡烛的即个动作，互咱回想起耶稣基督为着咱降生的意义。阿门吗？阿门。咱这时邀请咱的信志长老来为着咱来点蜡烛。咱要搁对第一支的蜡烛来开始点起，点第一支所代表的就是第一个主题，所代表的就是陪伴咱的心来迎接弥赛亚为着咱来降生。第一支的蜡烛，搁来点到第二支的蜡烛，所代表的就是信心。咱相信伫先知所预言的，咱拢有迄个信心。要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到伫今仔日第三礼拜、第三主日，所代表的就是宣布耶稣已经要降生了，咱的心爱充满欢喜，阿门吗？是，所以伫第三主日点到第三支的蜡烛的时，就是代表已经宣布天使甲各样的人甲因讲，伫今仔日伫大碧城，要为着恁生出一个红婴仔，用布包的，伊就是主耶稣基督。阿门吗？这是咱要起立，哈利路亚！因为圣神的运行，主耶稣伊的降生，就照着上帝所计划的一项一项来应验。咱这个时，咱举起咱的双手。咱谦卑来欢迎圣神来伫咱的内面，互咱今仔日的敬拜充满主的恩典。咱做伙同心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神我大大。欢迎你来到伫阮的中间，阮今仔日的敬拜，就是要互圣神你来带领，互阮的心灵，拢要伫主你的内面得到你的恩惠，得到你的快乐。我们透过敬拜，透过娱乐，大大将迄个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个是咱要用四读圣经，咱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互咱今日透早，咱只会用热情的心来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再来拍谱啊！不
乐耶和华。哈利路亚，咱对头来唱。哈利路亚！感谢，因为上帝赏赐伊的囝耶稣来到咱的世间，来祝福咱每一个人。所以咱今仔日嘛要更较欢喜，会来学乐耶稣，因为伊来就是要拯救咱，伊来就是要带领咱进入迄个欢喜的地。阿们吗？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歌声要传千里，阿门吗？阿门，阿门！感谢主，咱的每一个人的娱乐实在真正是有够水。咱来甲边的人讲，你的娱乐有够水的，有够水！哈利路亚！我相信，咱的娱乐要带来医治，阿门吗？阿门，阿门！伫今仔日，咱要准备进入到圣诞节，互咱会当搁一摆拍开咱的心，用感恩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伊是看得咱敬拜而乐的，阿门，阿门，阿门。夜晚的位，我献上感恩；伫夜晚的位，我举手敬拜。天在天君，当下我落耶稣，极大的荣耀拢归伫你。伫夜晚的位，我献上感恩；伫夜晚的位，我举手敬拜。天在天君，当下我落耶稣，极大的荣耀拢归伫你。伫夜晚的位，荣耀归上帝；伫地上无边，归你所欢喜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的极大的荣耀。咱搁对头来唱的时阵，我想要邀请咱所有上联牧区的人，你若会晓用手鼓来敬拜，咱就用手鼓来做伙敬拜。哈利路亚。伫夜晚的位，我献上感恩；伫夜晚的位，我举手敬拜。天在天君，当下我落耶稣，极大的荣耀拢归伫你。伫夜晚的位，荣耀归上帝；伫地上无边，归你所欢喜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的极大的荣耀。咱来唱。伫夜晚的位，荣耀归上帝；伫地上无边，归你所欢喜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的极大的荣耀。伫夜晚的位，荣耀归上帝；伫地上无边，归你所欢喜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的极大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咱吟这首诗歌的时阵，咱就参照天使，将耶稣基督出世的讲的好消息来传播出去。当咱用手鼓的时，就是咱确信这就是上帝对咱所报的好消息。阿门吗？阿门。咱一时咱要来祈祷，透过咱的心的敬拜来祈祷。
咱为着咱后礼拜的圣诞节庆来祈祷，求上帝会当互咱每一个人带领个较侪人来到伫遮，来领受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咱为着后礼拜的圣诞节庆，互咱遮的所有要演出的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上帝恩典内面来做真好的服侍。咱举起咱的双手来，咱为着后礼拜的圣诞节，咱来宣告祈祷，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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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的名是确实而乐，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天天注重要归你上帝，你地上的和平要归你所欢喜的人。主啊，伫后礼拜，阮的圣诞节，主，我要用诗歌，我要用舞蹈，我要用特有的方式，就是要来感谢而乐主你。主啊，因为你为着阮降生，带来这个世界的平安，感谢而乐主。主耶稣，你是平安的主，这个平安不是世界所会当予阮的，是主耶稣只有你会当予阮真正的平安。主，阮感谢你，特别阮为着全世界伫这个季节内面咧庆祝圣诞节伫等待的时，主你的灵入到伫每一个教会，互因伫遐会当用心用因的灵来敬拜你。过来学了主耶稣为着阮降生，主你的灵也运行伫阮的台湾每一间教会，互阮的圣诞节毋是家己教会在享受那点，乃是要将耶稣基督福音会当传出去，互逐教会伫圣诞节时，拢会当吸引多也未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入来到伫教会。主啊，伫后礼拜英公教会，阮的教会，阮有圣歌队。有这儿童青少年，有这舞蹈，主，阮将各项，阮的肢体，阮的专业，就是要献互主，就是要为着耶稣的降生来服侍。主，你祝福阮，带领阮，也阁有最也未明白福音的这些朋友，主你的灵永远带领因来到伫阮的中间，因为阮信就会得到，因为阮知主你的确要祝福伫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行伫主你真理的光明的内面，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来吟，咱将咱的手举起，哈利路亚。大声的祷告声，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为着咱降生，咱拍拍啊来学乐伊，这是伊堪得咱的学乐，阿门吗？阿门！咱将这一切的学乐拢归伫伊，咱的学乐上帝嘛欢喜。伊讲迄个地上的平安要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就是咱，阿门。所以主的平安已经伫咱的内面，咱拢无有看路。伫咱内面有啥物款的病症，耶稣有愿医治，因为平安里面就包括医治。阿门。你甲隔壁的人，你甲伊讲，你是真平安的人。你是真平安的人。哈利路亚！大家请坐，请坐。
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7章，咱要对第16节读到22节，咱做伙来读，请。因毋是属这世间，亲像我毋是属这世间。求你用真理甲因圣化，你的话就是真理。亲像你有找我入世间，我嘛找因入世间。为着因的缘故，我家己分别做成，互你用，嘛互因通过真理分别做成，互你用。我毋若为着你对世间拣出来，互我遐个人祈求。嘛为着对因所讲的话来信我的遐个人祈求，通互因拢总成做一个。爸啊，亲像你伫我内面，我嘛伫你内面，求你互因伫咱内面，通互世间人信是你找我来。你互我的阳光，我嘛有互因，通互因成做一个。亲像咱是一个。圣经卡遮愿上帝话，诚做咱随时的帮衬。这是咱要来请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论基督徒的自由，信甲基督的结连”。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做伙一只敬拜。天气有寒无？有吼，总是咱会当平安来。我相信上帝就要加添，互咱的温暖，嘛要伫咱的身躯的健康顶面来加添伊的祝福。你甲隔壁讲，圣诞快乐。是到伫圣诞节咱常常有上帝的话语伫咱中间，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嘛，互咱会当深信，咱所信的是真个活的上帝。也伊的时刻，拢在扶持保守咱。好，这时阵 ，OK， 好，不要紧吼。好，咱来伫上帝的面前，常常来亲近伊。你知吗？这是咱基督徒上界大的福气。咱虽然有用一寡的时间，总是这个时间是珍惜，是上帝所看做欢喜的。所以，愿咱每一届要来的时阵，拢带着喜乐的心来。阿门。可能有生活真济的重担，是讲伫家庭，佫有真济的代志爱面对。总是无论安怎，求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信心。咱知影，咱是倚靠伊，通得到快乐的。昨昏咱的中日有去圣诞的探访，咱有分6组出去哦。也有真济人伫即只伫有真好的回应，特别咱遮个较年长的较无方便来到伫教会的伊感觉咱的中秋去到遐，就是带来一个祝福，带来伫主内面的平安所以阮昨下昼的时阵，大家佫汇集来分享大家去探访的情形我感觉讲对咱的教会是上帝真特别祝福的一个教会，所以感谢主吼。好，来，这时阵咱举起咱的正手咱要来宣告好，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真欢喜，今仔日要甲咱继续来分享牧师去到伫德国的即个所行过的道路总是今仔日咱听了可能会较沉重一下，因为阮今仔日所要甲咱大家分享的是去到伫一个伫历史内面，感觉迄是一个真凄惨的一个时段，也透过安尼，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生活。伫人生的一切内面，咱拢真正掠着耶稣基督，嘛，互咱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咱既然知影真理，明白上帝的教示，互咱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依然有一份的责任。
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所以今仔牧师透过罗德马丁伊所分享的，伫基督徒的自由内面，伊有讲到信的第三项，信的功能第三项就是信，互咱甲基督有密切的一个连接吼。好，当然今仔是大降节的第三主日，就是宣布甲喜乐，这是互咱会当知影，咱着爱来宣布耶稣基督的福音也透过咱充满生活的喜乐，咱会当成做上介好的见证。即摆人物质的欠缺毋是真济，总是心灵的欠缺是真济的，总是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知影会当对心灵得到满足，嘛会当祝福伫咱外在一切的需要，拢伫上帝的祝福内面，互咱有美好的经历，嘛互咱有一个感恩以及满足的心，这是非常重要哈。所以大降节的第三主日就是宣布，就是喜乐，就是宣布圣诞的佳音，分享圣诞喜乐。阿门。咱做伙来讲来，宣布圣诞佳音，分享圣诞喜乐。是这是咱伫即礼拜做一个真好的提醒吼。好，来这当然是阮行过的道路吼。第二个就是要来今仔日要来甲咱来分享的，就是阮去到伫即个所在，伫奥格斯堡了后，迄个步阮入去到伫一个叫做达豪集中营，即个集中营吼。这集中营咱知影，伫即个历史内面是会当互咱感觉这是一个足黑暗的一个历史。总是去到伫德国，一定会去看集中营。去到伫德国看即个集中营，心内面实在是真艰苦吼，真艰苦。这是入去大门的一个纪念碑，纪念碑伫即搭遮。拢是写德文，总是这就是讲，这就是打好的集中营的纪念碑，遮就是要入去的大门哦，咱看头前迄个门，看是矮矮尔，事实是会当入去的，无一定拢会当出来，而且大部分若出来，可能是互光出来，若无就是烧做火虎吼。这是伫历史内面，咱感觉这是足残忍的一件代志吼。好。这个集中营是伫德国内面第一个集中营吼，伊伫1933年才大概4月左右来建立吼。毋过你看伫12年的中间，伫这个集中营内面真正是咱中文叫做惨不忍睹吼。你看这个空间真开阔当然大部分的营房已经拢拆除只有留2个营房伫遮得互参观吼。这就是要入去的所在。要入去这个铁门顶面有写德语讲工作，互你得到自由啦。所以集中营的目的就是讲要剥削你的时间，你爱为着国家来工作总是佫较重要就是来关真济，因感觉是无值得活伫世间的人这是因的想法吼。等下牧师会当互咱来看。伫即个营房的即个所在吼，就是会当看见，就是哇即个拢是沙吼，所以你就知影行路起来就有这变做即个色，就拢有声对无？这个我有印象，我伫大概是伫大概30年前吼。我去到伫北京的紫禁城的时阵，因的路面拢是即个石小石头行过去拢有声对无？除非你会轻功你用背，无你行伫遐听得清清楚楚。我去到即个集中营的时阵，会感觉讲哇，亲像等于到伫我永摆迄个想法、迄个情景内面感觉你要逃闪，你要脱离即个群体的生活，会当讲无可能，是无可能所以伫即搭遮，咱会当看见12年伫即个所在关大概20万人其中有32000人伫即搭遮死亡所以
咱会当看见，这是一个真恐怖的一个所在。阮入去了，甲转来出来吼，迄个心境足无共款的。过去10几工拢在看马丁路德的遮吼，拢充满愿望。即摆去到遮的时阵吼，会感觉讲较会安尼咱讲咱门框拢安那，拢压起来哇规身躯拢感觉安尼不舒服这是去到遐的时阵所看见的伫整个的历史内面，其实是12年尔咱看德国的纳粹，因所占领的国家，包括德国，因家己的德国内面，拢总来建造15000个集中营呢。哇，15000个这15000个拢掠这个打好集中营做根本，因感觉讲这设计了是上赞的所以后来伫这个这个留落来，互世界做警戒的嘛，真重要的一个所在然后咱看见规个镜仔就是安尼迄网拢铁的拢是占电的拢用有电的无就佫有警卫伫顶面机关枪伫遐咧等你佫你只要无乖，伊随时拢会当甲你枪杀有的人挡袂牢，怎啊规气安怎呢？怎啊冲去迄个网认可电视所以冲去网电视的嘛真济枪杀互吊斗的集体做伙吊斗，哇！迄个相片我拢毋敢看我感觉讲较有即个伫人间内面较有即款这就是佫保留落来2座的营房这营房是安怎？因就是安尼3层咱外国欧洲的人毋是拢足大菜嘛？毋过伊就是安尼一家尔足细家足无人性的管理这是1933年即个当时的营房所住的人的情形佫过来即张就是大概1945年的即个营房你看3层拢满这是伫即个相片内面会当看见的伫即个营房拢总有即个营区拢总有32座的营房所以遐写30潘牧师徛遐，就是讲即个是第30个一个营房等安尼拢总有32个营房你看这整个伊遮拢拆掉佫最后遐佫有留几佫留两座营房，互人去遐看这个是因的火葬场火葬场是甲营房完全隔离的伫要入去火葬场的镜仔，其实种足侪足水的火做演示所以真济去到入去火葬场嘛真济毋知影讲遐是火葬场啦咱看倒手边即个是旧的火葬场，后来佫烧袂赴，所以佫有新的火葬场即个新的火葬场就是安尼咱看全世界当时有1500万的犹太人住伫欧洲的拢总有900万的犹太人，然后受屠杀是600万的犹太人足恐怖等于是住伫欧洲的犹太人3个就是2个人互杀死，哇！这伫纳粹伫希特勒的手中杀遐尔济犹太人，这实在是真恐怖的代志即个火葬场伫当时根本就烧袂赴啦，真正烧袂赴佫有迄个相片镜仔贴一堆人拢死个人衫拢烫起来拢叠做伙迄款图我嘛毋敢互大家看感觉是足恶心的一件代志这是写淋浴间顶面写德国是讲这是洗身躯的所在，其实是啥？是放毒气的所在啦伫内面嘛是有亲像有痟迄款的，甲你用伫顶面，互你感觉就是要入去洗身躯的嘛毋过入去了门关起来，就是放毒气安尼，集体安尼做一届这是足残忍的一件代志即马目前到遐拢总有已经第2次世界大战了，有5个宗教的团体有伫遐来去教会
即摆即个看的就是东正教，因为苏俄的人嘛真济，死伫即个所在受掠平叫受掠死伫即个所在真济哦，过来就是天主教，天主教的教堂拄好伫迄个正中的所在，这嘛是后来较起的当然有去，阮阁有去到伫一个基督教叫做和解礼拜堂，这是较伫地下室，即个来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无？十字架是扭曲的十字架，这是伫迄个所在，阮会当看见的，互咱透过这相片来思考啦，我真好奇，就是要记笔到火葬场的镜仔有一个雕像，这是写英语，写德文的我甲查翻译了，伊是讲死者来致意，嘛活地的人来致意甲提醒，即个代志毋好阁发生啦，哇，这是会当互咱来感受到当然这是就是希特勒，这是希特勒，阮去到伫遐，迄个感受足特别的啦，所以像是话透过这个相片，咱会当来思考讲到，伫历史中间，其实伫咱的生活内面嘛是有影，撒旦的作为会超过咱所想的，甚至咱无想要做的歹，撒旦嘛想尽办法来诱惑咱，来欺骗咱，互咱成做伊的工具哦。所以足侪不法的代志拢像安那药有无？外口包一个甜甜的物件，中文叫包着糖衣的毒药呢，迄是毒药呢。毋过，互你食起来就感觉甜甜安尼，毋过是爱咱的命的，这是撒旦的设计。所以兄弟姊妹，请咱会记住，伫咱的心内面求上帝帮助咱哦。所以今日透过这段经文，嘛透过路德马丁伊在讲基督徒的自由内面，咱求上帝帮助伫信的顶面，更较会当体会来了解，是咱的信会当帮助咱。会当甲基督有亲密的连接的时阵，咱就知影咱是属于伊的。所以马丁路德伊真清楚甲咱讲，亲像圣经在甲咱讲的讲为着即个缘故，人爱离开父母，甲伊的某结连，两个要成做一体，这是极大的一个奥妙。我所指的是基督甲教会所讲的。路德马丁透过这段圣经，伊在体会讲，真做基督徒的咱会当用信来甲基督结连的时阵就亲像夫妇迄款的关系会甜蜜呢。而且这个关系真做伫地上肉体夫妇的一个上介好的一个样本因为基督怎样疼教会疼咱，伊为着咱钉伫十字架顶来牺牲性命，伊将伊的性命拢互咱伊阁有啥物袂互咱呢？哇，这是伊特别所讲的伊特别所讲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奥妙的结连，基督甲人的心灵会当成做一体。若是成做一体，就成做真正婚姻的结合呢，嘛成做一切婚姻中上界美满的。所以伊安尼在甲咱提醒讲是，咱若是用信耶稣。伊会帮助咱，伊会拯救咱，伊成做咱愿意成做咱性命的主宰，互伊掌管的时阵，伊在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生命中的一切的需要，伫基督的丰盛内面拢有。若是安尼，既然伊是咱的新郎，咱是伊的新娘，那安尼伊一定会将伊所有的都愿意赏赐互咱。也咱身躯这属肉体的无好呢，伊嘛安那，咱中文叫做概括承受啦。意思就是讲，伊嘛会甲咱接受，看做是伊的来承担咱这的不是，咱这的不法，咱这的软弱病痛。哇，这是路德马丁伊真清楚在甲咱讲的，所以这款的灵性的婚姻的关系，就是咱的心灵甲基督是联合做一体。伊讲即款的关系会当成做肉体夫妻关系上介好学习的一个对象甲模样。
哇，这是感谢主吼。所以圣经安怎甲咱讲，讲耶稣甲天父求讲，你怎样找我来到这个世间，我嘛要找因到这个世间。我为着因的缘故，家己分别做小，要叫因也因为真理来成圣吼。所以兄弟姊妹，基督是神圣的，伊是上帝的囝，伊也是上帝。伊愿意家己分别做成，互咱了解，嘛相信咱伫真理内面会当受到分别做成，因为伫真理内面要帮助咱有光明有快乐，有方向，嘛伫伊的内面，伊透过伊的宝血会当来承担，也是来洗清咱一切的污秽哦。所以，这个属灵命的提升的关键甲奥妙，就是伫这个所在，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称做基督徒的，你就爱深信，我有基督，基督嘛有我，阿门。好，咱做伙来讲哦，来，我有基督，基督嘛有我，阿门。搁一届来，我有基督，基督嘛有我，是这足重要哦。哦，这足重要，这表示讲，伫基督内面，伊帮助咱。伫一切既然伊甲咱伫灵的内面有亲像迄个夫妻的关系，若是安尼，伊就愿意承担咱一切所有的，这是理所当然。所以牧师伫遮嘛透过去看即个集中营的时阵，就去来了解到底即个纳粹大屠杀吼，这伫历史上是安尼讲，也是讲犹太人互人大屠杀即个背后的动机是啥？背后的动机就是希特勒伊推动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讲，遐个无值得活的人的性命，无伊需要哪替天行道来甲这无值得活的人来甲除掉。哇，这是伊的想法咯，伊就是用安尼来分别讲，啥应该活，啥应该死呢？啥物叫做无值得活的人？伫伊的定义就是讲遐个较低俗的这个民族比如讲伊认为讲这吉普赛人这毋是属于会当活伫即个世界的人，是讲你患重病你无法度来工作的对工作、对国家、对社会无利益的，这嘛无值得活是讲你一定有癌症这你嘛无值得活，因为你都准备要死安尼过去，互你较早死你体格伤歹亲像我这体格也歹搞不好那会杀去青山嘛有可能嘿，因的想法就是安尼，讲因要爱优质这个世界，这个因的德国因的德国的人种是世界上等的因为这个意念，所以后来伊就成做屠杀大屠杀的一个上界恶毒的人我就去甲了解讲，为什么希特勒伊伫伊的这个心境内面会有遐尔大的一个这样的恐怖的代志来做这个代志后来我去甲了解了，就是伊伫少年时阵伊足期待，因为伊感觉伊会当做一个艺术家伊感觉伊真够画图所以伊要去考这个，去到伫维也纳要考这个艺术大学时阵，伊信心足满总是第一届去报课啥拢过，拢通过，因拢爱先交这个作品嘛作品看了拢真好考试伊嘛感觉真满意，结果放榜的时阵伊落选第二次伊毋甘愿伊毋敢甲爸母讲伊落选呢，伊怎继续搁住伫即个维也纳的所在搁用一年去努力，其实伫即个历史讲伊其实无努力啦，因为迄个时阵伊真车花，因为伊的亲情有帮助伊的生活有够额，伊也免去做工课所以就安尼真意爱安尼去游山玩水交朋友啦啉酒安尼啦第二年伊本来甲一个真好的朋友做伙住忽然间伊的性情怎足朴素的，迄个朋友讲你甲变一个人迄个朋友怎离开伊后来最后了解是啥？连第二年伊连迄个作品交出去都无互看，教授都无看介意，比第一年搁较歹
所以伊阵啊安尼对即个即个维也纳，还是讲对即个社会感觉即个社会足不平的，所以因为伊有即款的失败的经验，所以伊就开始变化伊的性格伊特别伊伫伊的《我的奋斗史》内面，伊认定本来伊毋是伫维也纳住甲真好势嘛，毋过后来伊认定讲维也纳是一个种族混乱的巴比伦亲像巴比伦遐的黑暗，所以伊要主张要建立一个纯正的日耳曼民族。伊感觉只有日耳曼民族就是世界上较优等的民族，其他的民众呢应该爱抬就甲抬，所以伊就大屠杀即个犹太人，伊的主要的即个意念就是对遮来伊即个意念其实毋是伊家己来，是因为伊读一个作家叫做李斯特的意念，即个李斯特就是创即个设计即个纳粹标志的一个人即个是会当互咱看见，你的意念价值观对哪落来，你人生的方向对遐去，即值得咱来思考你的价值观建立伫什么所在？你的信念是什么，就会引带你。大家所做的，你一定就是这个目标在行。所以咱感谢主，咱有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是徛在伫耶稣基督的。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好好来思考。意思讲，你若对什么人，你就会像什么人啦。敢是安尼？是不是安尼？讲一句更较趣味的，咱看这饲狗仔、饲猫的人有无？饲了久有感情有无？咱伫公园看着讲，这个人饲这只狗仔，甲伊的人足像的有无？有无？因为伊足用心所以迄只狗仔甲伊咧面型动作愈来愈像呢，毋知是伊生狗仔，还是狗仔生伊，咱就毋知啦无论安怎，就感觉这个人甲伊有够适配的啦，是不是？翁仔某若做伙相听，久嘛会有即个情形对无？免徛做伙，咱就讲这两个应该是翁仔某，是不是安尼？是，这是事实咯。所以咱的心对什么人，咱就会亲像什么人。所以感谢主，咱是跟对耶稣的人，对无？所以咱就是有基督的形象伫咱的顶面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体会了解。咱伫圣经甲咱讲，罗马马丁嘛甲咱讲，咱用信会当甲基督结连的时阵，会当享受对基督内面一切的荣耀呢。所以耶稣继续甲天父求讲：爸你伫我的内面，我伫你的内面，嘛互因也伫咱的内面，叫世间人会当信你是找我来你所享受我的荣耀，我嘛已经享受互因就是要互因才会成做基督徒的，是合一的，就亲像咱合一一般样。所以兄弟姊妹，教会上介好的见证是什么？就是合一啦，阿们。当咱愈合一的时阵，福音的能力就愈大，这是你所当然。那亲像家庭嘛是相共夫妻亲子囝儿遮甲四大人愈合一的时阵，迄个家庭就愈有疼，愈有温暖就会当对遐来产生了生活的快乐。厝边隔壁人感觉讲这个是典范的家庭，这是真理所当然。伫上帝创造的群体内面就是安尼，这个群体愈合一的时阵，因就愈有快乐，愈有见证。这是咱会当看见的所以路德伊就安尼讲所以既然信的人就是会当摕基督所有的来夸口，亲像就是伊的一般样伊讲既然伊的心灵所有的基督也认为是伊的，这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伊讲基督满有恩典、生命、救赎，人的心灵却充满罪恶、死亡甲咒诅，总是互咱若有信来到咱甲基督的中间的时阵那安尼遐罪恶、人的罪恶、死亡、地狱就受属伫基督的咯。基督遐恩典、生命、救赎就属伫咱的心灵会当满足咱的，因为基督若是神龙，就将伊所有的
拢要互新妇，新娘。那新娘所有的，嘛是要归伫基督内面，所以若是安尼，哇！伫咱的即个信仰的神学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用词叫做神圣的交换啦。咱做伙来讲神圣的交换来。对，因为当我读罗德马丁伊著作到遮的时阵，佮圣经对比的时阵，我就想到讲，对，伫信仰内面，还是讲伫神学内面，有叫做神圣的交换。什么叫做神圣的交换？就是罗德马丁所讲的，讲基督一切恩典、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快乐，因为咱用信甲伊连结，成做一体了，伊遐个就属于咱的。咱本身遮个罪恶、软弱、不安、病痛，嘛因为咱甲基督连结，所以就有一个交换，遐个就归属伫基督。哇！这个神圣的交换，这是伫咱信仰内面，兄弟姊妹，咱逐日爱去领受的，逐日爱去经验的。阿门。这有重要无？这有重要啊！因为若是咱相信，因为咱信耶稣基督，就有这款神圣的交换。那伫安尼，伫咱的生活内面，就是拄着真大的一个打击，咱嘛相信耶稣基督会甲咱斗担当，因为咱相信伊，这打击就无伫咱的身上来威胁咱，来影响咱的健康。这个威胁打击，拢要伫耶稣基督伫伊的十字架内面来为着咱打起来，来医治咱、扶持咱。阿门！哇，这叫做神圣的交换。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体会、深深了解。因为圣经安尼就甲咱讲，上帝互迄个无罪替咱成做有罪，迄个无罪是啥物啊？就是耶稣基督嘛，对无？通叫咱伫伊的内面成做上帝的义。阿门。所以咱本来是有罪的，咱本来是不配，才伫上帝看咱称做咱义人的，总是因为耶稣基督替咱来承担这个，所以咱就会当伫上帝的面前，甲你归算好，算你是义人。看送的面子，是看你敬拜学了足大声，还是讲你奉献足济吗？毋是，是因为安那，因为你信耶稣基督，阿门。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有一个神圣的交换伫心内面，互咱因为耶稣基督承担咱一切的罪过。咱成做一个清气的，成做一个伫上帝面前，甲咱算做义人的，阿门。所以这就是咱的信仰，互咱足特别的一件代志。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是安尼讲，伊要赏赐咱冠冕，要互甲色安悲哀的，要互色安悲哀的人代替这个恢复，要用喜乐的油来代替悲哀，要用娱乐的衫来代替忧伤的灵，互因称作公义的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伊得到荣耀。阿门。所以若是安尼，咱就知影，因为耶稣基督，咱相信伊，伊就要互咱荣耀的冠冕，伊就要互咱喜乐来代替悲哀，用娱乐来代替忧愁，这是咱会当经历的啊。所以为什么咱教会是充满荣耀、充满上帝同在、喜乐的教会？就是因为咱深信，咱所有的软弱病痛，拢已经归属耶稣基督了。阿门。哇！咱前礼拜拜五是咱的新学生就安娜伫学校毕业讲道，毕业讲道了，因的这同学就是拢嘛是大学硕士这的共班的，也是讲1年的、2年的，伊即摆3年嘛就同学在问讲，原来同学，你经历的亲像拢安那，最后拢有足好的结果呢？你感觉拢是上帝
透过这个操练互你即马会当见证来直接做见证荣耀伊。毋过阮拢找袂出来，到底是安怎？关键是哪落？阮即马阁亲像背着足侪重担，无通亲像你经历安尼，所以阮毋知影要去感受着你到底你是安怎会当显得喜乐的？为什么？关键就是遮对无？迄个神圣的交换，伊敢若伫头壳顶尔，无伫心内相信，无伫生活经验出来。兄弟姊妹，咱信主久久的，请你会记住，每一时刻你祈祷，你学了上帝，你读圣经，你拢爱深信上帝的话语，伊的应允是永无改变的。你爱深信，伫你读的圣经、圣神的感动的里的，就是在甲你做神圣的交换，互你的内面充满上帝的话语，有伊的快乐，有伊的医治，有伊的安慰入来。遐个软弱病痛，你就爱相信，你爱宣告耶稣基督甲你摕掉去啊！阿门！哇，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咱嘛伫心内面无经验遮个，安尼足无彩，敢毋是？你爱逐日爱宣告耶稣基督甲我相信连结连伫伊就有神圣的交换伫每一时刻，这是你我所爱相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咱会当更较简单来讲，就是伫基督内面，歹的物件拢离开啦，好的物件拢入来。安尼有清楚无？咱来宣告来，伫基督内面，歹的物件拢离开，好的物件拢入来。安尼赞无？哇，是哦，安尼足简单嘛吼，安尼就听有啊，对无？你若信，就要互你哦，相信歹的物件拢要离开我，好的物件。因为伫基督内面，伊一定为着我备办所有一切，这是咱所相信的一件代志。牧师阁去较了解，即个希腊的大屠杀的背景到底是安怎吼？后来阁较看见的就是讲，较重要就是因为当时伫欧洲啊，迄个时段，大概1916、08迄个大概迄个阶段开始。就是整个的经济阵啊崩盘去啦，即个经济崩盘的时阵啊，影响到德国哦。德国人真爱民主嘛，因感觉讲哇，这安尼较会使，毋过有一个真重要，就是因发觉啊，我拄啊即摆要讲这个像迄无，未讲着的无要紧，我先讲，等下迄落我再跳过。因发觉啊。在住伫德国的犹太人，因阁真厉害呢，足够趁钱，这企业啊，拢差不多因得掌管呢，因感觉讲哇，这阁伫即个经济显得无好的时阵，这犹太人因食甲优细细，拢对国家拢也无愿意付出咯，因感觉袂得过，所以因较会安尼来行这个代志啦，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咱看后来希特勒伊面对的是啥物？伫1945年的柏林的战争的中间，伊本来甲伊舅舅的女朋友结婚咯，这个伊瓦布劳恩结婚，毋过2天了，因为伊惊互苏联的阿兵哥掠去，所以2个人就自杀。就是因为2个人自杀，所以后来真紧哦。虽然伊迄个朋友来帮衬，佮继续来接管即个国家，毋过真紧就无去啊吼。这会当互咱来看见，当时因屠杀的平民甲这个受掠阿兵哥，拢总是1930万。咱看。伫世界的战争史内面，第2次世界大战，拢总死6000万人哦。毋过差不多你看，差不多一半的人，拢是伫欧洲的所在来受杀死。一半伫欧洲，敢若伫欧洲，就一半的这死亡的因素吼。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哦，
当伟大的人物犯罪的时阵、犯错的时阵啊，伊的错误嘛是伟大的啦。哦，即句话吼，互咱来思考一下吼。当伟大的人物若犯错的时阵，伊的错误嘛是足伟大的。迄个错误的伟大，迄是一个讽刺的话语，敢毋是？吼，是所以求上帝帮咱。吼，无论咱伫什物款的位，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每一件代志要决定进前，拢会当问圣神、问上帝。甚至世家你的家庭内面哦，吼，你若伫家庭是一个一家之主，还是讲你会当来掌握的每一件代志，咱拢求上帝帮咱，互咱会当去分别，这是非常重要。吼，所以咱每一个做对的事，拢比做大事较重要，敢毋是？阿门。吼，做对的事比做大事较重要。这是政治人物的顶面常常在讲啊，总是无一定有法度做到吼。所以大家拢想要做大事，所以这是互咱去体会了解。吼，伫德国的一个纳粹党因的一个宣传部的部长叫做保罗戈培尔哈。伊是足够宣传，伊真够演讲哦，哇！伊真够演讲，伊有讲一句话，伊讲白贼话啊，若讲1000摆嘛袂成做真理啦。白贼话就是白贼话嘛，对无吼？甲会讲1000摆就会变做真理。毋过伊讲哦，若是白贼话重复讲1000摆，阁袂当互人安那甲伊踢破面，安尼真侪人就会甲伊当作是真理呢。哦，这句话吼真有意思，所以你就知影，伊重复一直在讲白贼话，讲到尾啊，伊用武力叫人袂当反驳，对无？后来遐个就变成做真理。这件代志对安怎会当看见？伊就是用因德国，因感觉因是日耳曼民族的人，所以因是上较优越，吼来操弄这德国人，用杀这无值得活的性命，感觉讲是在替天行道。吼，这既然无值得活，安尼我替上帝来甲因除灭。吼，不断用这个观念来洗脑，或者德国人啊，对因所做的代志，大概拢是静静无声。这是安怎来讲呢？讲照调查的结果，就是讲，住伫即个打好集中营惊拢嘛有人在住啊。因知影即集中营内面的代志无？因拢知，总是因拢点，有看见当作无看见，因为火车一抓来，就是载偌济人一抓来，对无？即个兵仔车。一抓来就载偌济，规台兵仔车拢甲人载入去，因惊毋知影。这烧迄物件，因敢无闻到吗？对无？因拢知啊，总是因拢点，这是互咱看见。后来，咱看伫1945年的9月29嘛吼，迄日美军来攻打来占领即个集中营的时阵了后。美军就强迫住伫附近的打好这个德国人入去看，到底这个营房内面在做什么代志，互因去看。因去看的时阵啊，阁有差不多有1万具的尸体，规堆的哦，拢伫迄个火葬场的边啊，满1万具的尸体，你看。起来是毋是像山呢？哇！阁因的衫裤，哇！这是互咱感觉，咱无法度想象，因竟然住伫附近，拢点无声。所以因美国人阿兵哥要互因入去看，就是要甲因提醒一件代志哦，讲阮对美国来解放这个受掠的这个人。恁住伫囝仔却安那当作无代志，恁的良心伫倒落啦，恁的良心伫倒落。这美国阿兵哥在问这附近的德国人，到底恁的良心伫倒落？
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牧师阁有回想一件代志，罗德马丁伫1517年来提醒天主教就爱改革、爱改变，这是错误的，未熟做光，无合上帝的心意的。到伫希特勒1933年来起即个第一个打好集中营，这中间差不多416年呢。416年基督徒伫打了。最近嘛讲无天主教徒伫打了。我在想即件代志，然后我去查，伫迄个时阵啊，基督教新教伫德国已经占65%呢。65%为什么基督教教会伫打了？敢无声吗？这基督徒的声伫打了？哇！我感觉这历史我若无看了解，我这个故事讲了就亲像无望安尼，嘛无一个真正的提醒哦。原来是安怎？原来教会当时啊，就是因为希特勒因一直在讲咱的经济遐歹，所以咱就爱努力啊。毋过这犹太人对咱安尼无帮衬，因无堪咱做伙大嘛，对无？甲因抬死，因的财产就是咱的啊，是毋是安尼？甲因抬死，因的财产就是咱的啊，毋较紧？哇，即款的想法咯，到有因感觉，咱日耳曼民族呢，较会当互遮犹太人直接做好安那。做虎扬威啊！因遮在唱唱什么对无？我是较高等的，恁遮是次等的，恁遮比咱台语讲比狗较不如的，比精神较不如的，这是因的想法。所以教会伫迄个时阵就安点点呢。其实毋是拢总点点啦，伫迄个时阵，我有去甲了解。因为希特勒伊家己自称伊是基督徒，所以伫新教基督教内面啊，就安那就对伊的作为就无有啥物批判，总是天主教对伊的作为有较大的批判。这个要安怎看见？我去到了解，就是原来伫这集中营的新教，这反对伊的受掠去的、受抬。是109个啦，这是天主教呢。这神职人员是2579个。哇！我本来看着这个数据是讲，奇怪，新教的这为什么较遐少？后来发现了解，因为希特勒伊讲伊就是基督徒，总是伊真做首领国家的首领了后呢，伊就甲遐反对的所有的天主教。这个教派基督教派讲，恁拢爱归入德意志的宗教，国家的这个教派，因拢一定爱归入来，若无就是表示讲反对伊的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新教，敢真正拢无声吗？我真好奇，因为我读神学院的时阵，有认捌三个神学家，德国的神学家，也大概拢是这个时代的，所以我去了解。就是保罗田立克这个人伊反对希特勒的这个作为，当时希特勒要甲掠的时阵，伊阵紧逃闪去美国，后来完全拢无去倒转来。所以伊的神学伫美国发展，对伊的处境内面来反省，伊的神学就真完整。我读研究所的时阵，对伊的神学嘛真有兴趣。佫有一个就是叫做。不要紧，我讲第三个，第二个名要记住了。好，讲第三个就是潘霍华。潘霍华伊面对这个纳粹这款的情形的时阵，伊足极力来反对。因为伊足极力反对，佮写真济的这神学的物件来反驳，来反对这件代志。后来伊的朋友嘛是有反抗的啊，要反抗进前，就互希特勒甲伊掠去所以连累着伊后来嘛受掠，伊伫1945年的3月受掠，伫
伫4月初9，互枪杀死。总是过21天了后，希特勒伊2个翁仔某就自杀。好咱看伊伫49岁，互人枪杀，毋过伊有留着真侪伊的神学者的物件来伫反省，这个作为无合上帝所欢喜的。所以有是有人总是迄个声伤细，至到伫宣教内面，亲像真做希特勒的助手安尼，任意伊去屠杀，哇！这是一个伫历史内面，互咱看见一个通反省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兄弟姊妹，人的心若是充满仇恨、嫉妒，会当摆脱，伊一定是行往迄个黑暗、恐怖、死亡的地狱去的。总是人的心若充满仁爱、有疼、充满包容、充满彼此的赦免，伊就会当光明、喜乐、满足的天堂在行呢。所以人的心重要无？非常的重要。你的心要互啥物？甲你掌握，这是关键。所以马丁路德甲咱讲，伫信若甲基督连结的时阵，意思就是讲，希特勒伊若真正是基督徒，伊绝对袂做这款代志。所以照伊做的来看，伊所讲的，伊是基督徒是假，是欺骗的方式，是要叫宗教来成做伊的助手，叫宗教点。所以这是互咱伫即个历史内面，咱会当看见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有遮深深的体会。特别伫大讲这时阵，牧师讲遮真沉重对无吼？足沉重的一个历史，总是伫基督内面，咱相信上帝救咱，嘛互即个世界无去沉沦伫即个罪恶的关爱内面。这是你我所看见的。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今仔日伫遮会当有真好的一个领受，咱做伙来读今仔日金句来。你所互我的荣光，我已经互因做一个，亲像咱的做一个。约翰福音17章22节，搁一摆来。你所互我的荣光，我已经互因做一个，亲像咱做一个。约翰福音17章22节，愿上帝帮助咱。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合意，这声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阮上甲阮信心加添，感谢诚心时刻同在，同心合意，这声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阮上甲阮信心加添，感谢诚心时刻同在，我愿意奉献家己，
做伙来祈祷，咱求上帝来保守这个世界，互因世界真做伫基督所掌管的，因为有信就带来祝福，因为有信就会当甲天父上帝结连。啊无，咱为着世界，为着咱台湾，咱这个国家，咱开声来祈祷来。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这款的机会，主，阮做伙来回想这段历史，阮的心情明白，阮知影这无下上帝你已经甲伊除掉，愿上帝你帮助，互阮疼惜阮的台湾，互阮认同阮所徛起的所在，因这是你手所阮世世代代要徛起的，我要建立基督的福音，伫这个土地来经营这个土地。互阮的百姓会当明白耶稣基督，互这个世界因为台湾来这个祝福，主啊，求你帮助，互阮无论是任何的世代中间，阮拢知影，阮的心若建立伫基督内面，就有望，就有信心。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一款的信心，阮若甲你结连。阮的生命就是丰盛的，就是光明的，就是充满属天的智慧的。多谢你祝福阮台湾，因为阮逐日为着阮所徛起的所在，甲百姓，甲阮这执政者来祈祷的时阵，你就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大家好，今日我要来分享奉献的信息。今仔日奉献的经文记载伫诗篇116篇12到14节。我摕啥物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恩典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阿罗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献我的愿。这是大卫的诗。伫一生中，伊不断算小神的恩典。讲问我会当摕啥物来报答耶和华所赐予我的恩典呢？伫大卫王掌权的时阵，伊用行动回应上帝的恩典。伊将耶和华的约柜摕转去耶路撒冷，并伫众人的面前跳舞阿罗上帝。伫伊的后生亚撒龙反背平时的时阵，伊献就燔祭甲平安祭；伫国家太平的时阵，伊献起起意要为上帝起造圣殿。虽然上帝无叫伊安尼做，回应上帝的恩典方式足济，有敬拜阿罗、教会互使、家庭的祭单、做工课的时阵的互使，当然嘛阁有奉献。今仔日我要鼓励伫遮侪兄弟姊妹，时常来算小上帝的恩典，有感恩的心，亲像阮对父母的拥有的一恩心存感谢。可能伊无需要阮的回报，但是阮嘛是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阮的感谢。同款的，当阮算小上帝恩典的时，愿阮嘛用甘心乐意的奉献来回应上帝救恩甲疼。愿大家伫生命中不断经历上帝的恩典，并以甘心乐意的奉献回应伊。阿门。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甲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
请起立。会众请坐，事工分享，请牧师来主持。感谢主，互咱伫伊的内面会当来敬拜伊。这是咱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伫即礼拜咱的导读最后一个月啊，哈咱的导读咱的主题是冠冕，哈。来，咱即摆来用台语来读来。旧约大祭司头的客有归耶和华最圣的冠冕，新约有忠心、荣耀甲神圣的象征。哇，咱足够的，拢会当直接将中文翻做台语哈。所以咱即礼拜的导读是冠冕，咱继续来导读然后来抄写上帝话，透过咱的抄写、咱的导读，会带予咱真大的气力甲影响力。好，继续咱来关心消息。伫昨昏咱的中集是探访的大队的出动咱探访10几个家庭咱伫遮看有侪兄弟姊妹因为年老无方便出来到伫教会敬拜，但是一直拢真少年兄弟姊妹，所以咱的中集就派人然后有足侪中集拢来探访感谢主听见因伫生活内面拢有得到上帝的大大的祝福，感谢主咱的中集嘛足赞的大概拨时间出来探访遮个，咱来看，阁有你熟悉的无？有看到你的好朋友无？伫遮来甲伊笑脸感谢主，上帝嘛祝福伫遮的兄弟姊妹感谢你即摆是咧看直播，上帝会听。甲耶稣基督的降生，伊的恩典拢甲咱伫直播顶悬，所有兄弟姊妹同在，阿门，阿门。好，过来，咱伫即2礼拜，咱有做迄个圣诞的鹿角蕨的手作有无？有做的人，你有做的人举手者。有做鹿角蕨，哇哦！恁做即个鹿角蕨，即个鹿角蕨，恁有真爱无？转去有甲恁有好好甲伊饲咧无？还是甲等咧垃圾桶啊？有甲吊起来，有饲的举手一下。好，感谢主。这是咱即个圣诞节咱生的小 baby 你着爱甲顾好感谢主，有做的人拢非常的满足所以咱安尼有11场，拢总有544个人参加上面那一个我还没看到，有210个新朋友参与伫这个内面。这210个有足侪拢是回流的，什么是回流？旧年伊嘛有来，咱有做圣诞手作因拢会倒转来到伫咱的教会，因的回响非常的好因感觉做这有迄个性命互因感觉看到这个食物互因安尼真疗愈所以你若心情无好的时阵，会当对伊讲话哇，你就感受到上帝听遮尔大。好，咱看见遐侪场真侪人会参加，好来，这是后壁这只的其他的场厝哇，足闹热的对吧？所以咱的教会为着要传福音，用尽各样的智慧，然后互人会当来到伫教会
所以咱的教会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会记住，你厝里的人若还未信主的，你伫明年爱甲你的厝里的人也未信主，也未领洗礼，爱甲因放做第一。咱的手作毋是干那带你的朋友，厝里的人你爱想着，互因紧来信主，紧来领洗礼，归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好，过来。咱后礼拜是圣诞节的庆典哦，后礼拜，所以后礼拜呢，只有一场的礼拜，时间是伫10点，咱讲10點禮拜，所以咱第一場的9點的，咱就愛會記住10點，然後咱9點半開始入場，因為咱伫即個聖誕節慶呢，人攏會真濟，會坐甲滿，坐甲對外口出去，所以咱9點半你就較早來咧，愛當坐較頭前的位，所以咱伫9點半會當開放入場，好，所以後禮拜咱有真濟的聖歌隊咱的囡仔。咱的青少年，佮有咱的少年，哇！咱有真濟的節目，透過節目的表演來慶賀耶穌基督為咱降生。所以咱每一個人愛帶你的親戚朋友，帶你的厝裡的人來做伙慶祝聖誕節，互因知影聖誕節是咧慶祝耶穌基督的降生。好，拄則咱的兒童，因即馬佇樓頂，哇！即馬非常的熱烈吼。所以因即馬因已經咧大聲慶祝因的囡仔的聖誕節吼。後禮拜甲咱做伙慶祝，今仔日囡仔兒童因家己慶祝互咱的兒童牧區。所以因今仔日即做啥物會？咱敢知？因咧做迄個餐盒啊。所以頂懸吼芳講講，因為因要做迄餐盒吼做會當家己食，所以因攏愛穿迄廚師的衫。囡仔大家攏穿安尼哦，你知道我拄仔去看上，哇，有夠高水。後禮拜伊嘛要穿安尼吼，來遮唱歌互咱聽吼。所以咱來家囡仔來甲因鼓勵，所以大家攏愛來哦吼。毋管老的少年呢，攏總愛來吼，來慶祝耶穌基督的降生。好，過來。後禮拜六咱的兒童伊要出去報佳音，咱的青少年嘛要出去報佳音，所以因有幾個點吼，去唱歌。唱聖誕節歌，唱了然後分福音傳單，安尼大概有幾個點。所以你若有看到咱的囡仔還是青少年，因伫遐咧唱歌的時陣，你著愛過來，伫遐甲因拍拍捧場，甲因応援一下哦，吼！你講這演講教會讚，伫遐甲因讚聲一下哦，好，這是咱的兒童甲青少年，伫這個世代，咱若無用安尼傳福音，咱知嘛？這世間這的眾人，攏互世界的價值。世界的這娛樂已經攏淹沒去啊，所以咱的福音愛真濟的表達，用各種的方式來表達，互人知影，人才知影講，哇，原來佇這個世界的價值以外，閣有一個上大的價值，就是耶穌基督的聽。這是咱基督徒每一個人攏愛有這個明白咯，好，過來。咱的迎賓的訓練，個關懷部的會議，好，咱來注意這個時間。好，閣有就是佇咱的教會咱會當有遮個網站的即個連結吼互閣較濟人來明白咱的教會吼。好然後咱今仔日禮拜煞了後吼咱出去的時陣，咱會當來摕到即個小春聯吼，會當搭佇倒位？搭佇你的車，搭佇你的門所在攏會使吼。伊這拆起來了。用一寡水咧，會當甲黏起來，所以真方便吼。咱佇即禮拜，佮後禮拜，若是攏有轉來禮拜，攏繼續禮拜結束了後，佇後壁會當一個人摕一張哦，吼，一個人會當來摕一張。好，多謝大家。好，這時咱請起立，咱要用這首詩歌互相來祝福，心情充滿主的喜樂，做伙來。主來臨祝福你，平安福氣滿滿心，歡喜心來充滿你，光芒發的臉福氣。來啊，上帝祝福你，哇！將上帝賞賜你的福氣來分輸出去，阿門。喜樂充滿你，歡樂攏過去，主屬大福氣，上帝祝福。
家游玩徛伫咱请牧师来为着咱祝祷。但愿上帝会听激励恁，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来传播伊福音的好消息。也愿咱的生命充满喜乐，通成做美妙的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后礼拜10点礼拜，大家会记住请坐，上帝祝福咱。